下，俺哋先来认识一下，等下上课会用到嘅词汇，大家记得要听明呀么？中低收入、中大收入、中大收入、军公教、军公高、军公高、农渔民、农渔民、农渔民、身心障碍、身心障碍、身心障碍、写、下、下、商量、参详、参详。好，请问唔爱攀乜嘅呢？我要申請中大收入嘅補助。我有幾個問題，我先請教唔哦。好，請問唔係軍公教人員、農民，也係唔民麼？唔咩呢？請問唔有身心障礙嘅身份麼？馬冇呢？也係申請單，唔曉得寫麼？看起來過上艱難。冇要緊，唔先拿回去同路卡人參詳一下，等全部寫好，能拿來申請，好麼？好，多謝。